后来包括这个全联、家乐福、美廉社甲爱买，伫全台湾的门市，这几天拢收到真侪三倍券。政府发这个三倍券，这个卖场超市拢有好康到。 提出三倍券来介绍，做侪人亲像安尼，用三倍券来买民生用品，亲像食物件、饼，还有饮料。那你今天3倍券花了多少钱？200块，我买金针菇跟牛奶。专联的统计，三倍券上路头2天，全台湾收超过8000万的三倍券，人客数量虽然是无增加，但是平均客单价增加10%，应该是和用实体券会当满额送点数有关系。家乐福头2天全台湾收5000万的三倍券，礼拜破亿。日的话，就是比较应该成长，就至少1000到2000以上。 那家乐现在目前是成长快进的。家乐福的统计，民众加买卫生用品、家电、3C， 客单价大部分拢是1000到2000块左右。美联社三倍券上路了后，人调加1成，2天收2万外张的三倍券，爱买来客数嘛增加差不多10%。绩效还有一段时间，然后生活用品又是可能每个月、每周都会买，都要想说先把它用掉。搭配大卖场、超市业者优惠，三倍券使用上济所在就是家庭用品，这嘛替业者创造一个大商机。